手镯的話，肯定是天然翡翠哦，這是真的。粉絲媽咪10萬蚊買嘅滿綠手鐲，終於寄咗過嚟，佢話有問題，到底咩回事？哇，確實係滿綠色，10年戴成咁樣，借咗呢條手鐲，我哋去問一下行家，佢哋點樣去辨別手鐲嘅真假？大哥啊，你覺得這個值多少錢？真的還是假的？這個手鐯的話，肯定是天然翡翠哦，這是真的。價格的話，說實話我也說不準，2-3萬吧。為什麼覺得它值2-3萬？整體就是嘛，真的嘛，對不對？那就是總體的商品的價格。這粉絲10萬塊買的，你看到多少？3萬塊左右吧。它如果每個位置都是這樣這麼乾淨，就能值個10萬8萬。7%是全棉的，3萬塊我都給多了。那真的還是假的？真的。呢個真定假？假，佢呢啲係做得比較假嘅。點解會有啲坑嘅？煮膠嘅時候做到手工唔到位啊。這條值多少錢？哇，這如果是真的話，價格真的很好。要50嗎？過上6位數沒問題，但是50至於。這個色是很怪的，真還是假？不敢說100%，起碼80%以上是假的東西。整個是很邪不自然，而且它上面的棉絮也很多。大家既然咁有爭議，叫同事咧幫手做咗個證書翻嚟。呢個就係省檢嘅證書，好權威嘅。鑑定結果，翡翠處理手鐲，處理喺翡翠裏邊就係指 B 加 C， 呢條手鐲就係假嘅。原先咧係一啲豆種嘅手鐲，亦即係我哋講嘅公斤料。無論佢有紋有裂，全部吸晒出，佢就用強酸去浸佢幾日，將佢結構全部揦壞晒，就變成咧佢冇結構啦。呢個就 B 嘅處理。強酸揦完之後，佢就係用激光注釋嘅方式，呢個就叫做 C。一條手鐲你要知道嘅真假，最簡單嘅方法，權威機構去做證書，一定要記得揾誠信嘅商家，唔好貪小便宜，一分價錢一分貨，大家要擦亮眼睛買翡翠，唔好再踩坑啦。